英國咧就冇夜市，香港咧就冇收工。到底邊個城市生活嘅質素高啲呢？今日同大家做個生活嘅大對比，睇清楚兩地嘅真實生活。大家好，我係 UK Wilson。今集咧就想輕鬆啲，唔講簽證，唔講政策，就係簡單咧同你哋比較一下香港同埋英國生活系列嘅內容，睇下邊個最適合你。香港人生活工作壓力大咧，相信都唔係啲咩新聞啦。而英國嘅物價因為脫歐同埋通脹提高咧，亦都係好多年嘅事啦。到底邊一種講法啱啲？其實真正嘅關鍵咧就係你重視乜嘢嘅生活質素。今集咧我哋就會用5個唔同嘅內容對比兩地。睇下實際嘅情況，邊一個先最適合你同埋你嘅屋企人。先講生活空間先啦。生活空間咧，除咗居住嘅地方之外咧，仲有作息嘅空間。香港嘅樓價咧一直都冠絕全球啊！以同樣嘅樓價咧，已經可以喺英國買到3房連花園，空間就大一截，住得舒服好多。對於一啲有老有嫩嘅屋企咧，除咗屋企以外，更加重要咧就係一個綠化同埋休憩嘅地方。所以結論咧就係英國咧就會住得大啲、舒服啲。香港咧雖然逼，但係佢有佢嘅便利。第二咧就同大家講下工作文化、壓力同埋氣氛。香港嘅 OT 文化咧不嬲都長期爆標，工時長、競爭大。而英國咧就重視 work-life balance， 夠鐘彈閘咧不嬲都冇人理你嘅。更加唔好講 Happy Friday， 4點就已經開始飲緊。病咗請病假咧都毫無壓力。當然啦，英國就算收入再高都好啦，因為稅務嘅問題呢，真正落到袋嘅錢都唔會多。第三啦，講下教育制度，小朋友嘅壓力。香港呢就用填鴨式嘅教學啦，功課測驗都比較多啲，行嘅係精英制嘅教學。如果小朋友唔適應嘅話呢，讀落去都幾吃力嘅。相反啦，英國呢就強調全人教育，着重創意思維同埋獨立思考。兩者學費呢，如果用 local school 去計呢，其實都係免費嘅。以出路嚟計咧，相信英國會比香港更加大出路。其次啦，就係醫療系統啦。香港嘅醫療系統咧，我個人覺得幾好㗎，但係礙於人口嘅問題啦，同埋老化嘅問題，需要輪候嘅時間咧都比較耐。而英國咧 NHS 免費，但係 GP 嘅服務咧都成日俾人詬病，小病咧亦都唔被重視，成日都要等，要真係轉介咗去一啲專科啦，先至會得到重視。而輪候嘅時間咧會比香港快一啲。最後啦，就講下生活節奏同埋整體環境。香港嘅生活節奏咧就一定係快㗎啦，壓力亦都比較大。但係咧城市嘅安全度咧亦都會比較高，生活又比較便利，樓下有茶餐廳啦、地鐵啦、行人大道咁樣。夜晚出街咧都隨時唔使擔心。而英國咧就完全兩個世界，生活嘅節奏咧好慢，一日咧可能淨係做1-2件事。但係地方大，去邊度都要揸車，當地嘅服務咧效率都會比較低一啲。所以結論啦。如果你係想要空間放慢你嘅人生計劃嘅話呢，英國相信會一個好嘅選擇。但如果你淨係拼搏嘅年期，仲有大把世界嘅話呢，相信香港近在咫尺，乜嘢都會比較適合你。你覺得邊個地方生活質素高啲呢？歡迎喺下邊留言同我哋交流。如果你淨係考慮移民英國，想知道更多生活經驗或者部署，歡迎 WhatsApp 我哋 UKM 嘅團隊，我哋好樂意解答你嘅問題。今日分享講到呢度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